我们的未来的主席团。 连鞋子都掉了，很卖力的，小心隔壁不要夹大小，会勒死。 来，
叫一下，尖叫一下。另外的后裔啊，不要一时就高唱吧。大家要好好的来迎来。然后这一期的妇女，请叫一下。我们明年要比赛，妇女尖叫哦，加分比。